来看今年第11号风台无隔的强度，到的增强，今仔已经是中度的风台。虽然未直接影响台湾，也毋过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今仔台东、恒春半岛部分所在会落大雨，新竹市、新竹县嘛无排除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。 今天到明天、明后2天呢，大致上会一个比较偏向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。早上8点的时候，它的强度是增强来到中度台风的等级，在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这一带呢，局部有来到就是80-90毫米左右，主要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沉降的气流所影响。在北台湾新竹的这一带呢，其实今天是有机会来到38度的高温。 气象署今仔嘛将对苗栗以北顶9个县市发布高温的特报哦。台东、屏东会落雨，后礼拜哦，台湾是维持大低压带的天气。在西北太平洋海域，阁有2个热带扰动有机会增强，变作是热带性的低气压，有可能会结做风台。